今日帶大家返到去舊陣時嘅彩虹九巴，今次特登將 203E 條坑復古返以前嘅樣，連 203E 都係黃底紅字。葵盛中巴士總站嘅茶水站牌匾都搬埋過嚟，外牆亦都油上昔日嘅色彩。喺茶水站隔離仲有2張懷舊嘅巴士凳。哇！呢隻凳我坐未坐過。哇！佢都偏硬嘅，但係就都唔算差咯嚇。不過咁當然啦，而家九巴仔嗰啲凳同埋而家城市脈搏嗰啲凳咁，我覺得更加舒服啲啦。好到呢隻纖維凳，我更加未坐過啦，好似開篷巴士嗰啲春山牌嗰啲，但係又唔係話真係唔舒服喎。呢個展覽展出時間淨係得21號嘅朝早11點至到晏晝4點，不過相信啲復古色唔會咁快落啩。